由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结合台南市政府共同发起的，用行动来停菜农的活动。9号上午，伫个柳营区的中兴宫头前的农地来举行，邀请企业甲团体共同采买将近5000粒的高丽菜，将转送予台南市照顾弱势的老人、身障、甲儿童少年等社会福利团体，帮助弱势。如果说价格太低，会影响整个蔬菜的行情，所以现在把它采购起来，直接给一些社福团体，那避免流入室内，市场里面，影响到整体的蔬菜价格，这个是暂时的一个方式。不过因为春耕马上要开始了，所以说这个里做的蔬菜应该产季就赶快就会结束掉。那我们希望说这些里做的蔬菜不要再流进去在市场里面，所以我们也请农业局跟社会局来配合，能够把这些蔬菜有效的去化掉。去化的方向主要是一些社福机构或是一些团体。市长表示，高丽菜营养丰富，今年因为气候较烧热，高丽菜大出。为了避免影响整体蔬菜的价销，市长甲市党部希望企业会用响应，用人买的方式，一方面会用帮助农民，另外嘛用帮助弱势来做公益。上午的受赠单位包括卫福部台南教养院、官田老人养护中心以及社区关怀据点，总共128个机构加团体受惠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